你来打出的一个心肝，这是老去伤心目屎，换来你回行走。 咱中华市公所啊吼，每一年拢有办这个长青唱歌比赛。啊，唱歌是一个真快乐的代志。啊，唱歌心情就会快乐，心情快乐，咱脑部就会分泌这个脑内分 endorphin。啊，这得增加你的免疫力，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身体会更健康。而且啊，唱歌会就像我们在运动啊吼，它会吸饱气，而且氧气啊吼。 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所以市长非常鼓励大家多唱歌，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心情保持更愉快。谢谢。咱中华市公所吼，今仔日甲明仔载是咱的介绍场，咧办一咱中华市市长杯歌唱比赛咱今仔日是长青组有119个报名，明仔载是壮青组有133个报名。 咱拢知，即马唱歌是足普遍的，每一个人拢爱唱歌。唱歌嘛是对身体上帮助。咱心情无好，透过唱歌，你心情愈好。如果可以运用唱歌结交一寡朋友所以以歌会友以歌会友，还有让自己更快乐。所以说，市公所每年都会办理这个市长杯歌唱比赛。 这个歌唱比赛也获得我们整个彰化市民，整个包括全国各地来的参赛的一些歌友大力的支持，每年愈办愈好，市长林世贤对这活动嘛足支持的希望咱市公所会当继续办，爱互咱大家各位少年的搁像我时大人因为唱歌心情愈好搁愈健康所以这是公所办这活动上大的目的。